啦，傳送到復星公司去打塔雷啦。整理一下隊伍先，隊伍中咧就係、一定要有一隻有毒屬性攻擊嘅 Pokemon 嘅毒子。要爆嘅道具就揀王者之證，冇飲毒針喎。好啦，挑戰啊！我係蘑菇天氣口換有頻道請訂閱我啦！打啦！打啦！讓你哋體驗優質嘅嘢嘅影片係好好嘅嘢。一定要贏嘅，冇錯，贏嗰個係我。波動，我話要贏連你龍，知波動先，好，就兩隻嘅，近身劍，燒六角。二魔王，睇下用都好，月亮之力，雷電獸，攞機格爾特。ECP 大捉鬼，而家只會合身唔得啫。英雄拳，死神死咗，最後啦，花葉帝，今次嘅主角。好，我要超級進化係阿尼斯，我超級進化，好，超級進化啦，合趣，好啦，得咗，死咗啦，贏咗，唉，輸咗，睇下後面有段嘢。
你死輸咗啦！原來你真係太好啦，因為你在我思度好努力。我都要最大好啲。可以借一部分。有咩重要嘅事做協我去講幾句。揾到啲咩咧？即係少少時間啊！我去個聲音先。仲要行過去，近啫嘛，唔得傳送嗰個。時也會可以發顯示啲外頭是貓嗰條冇錯，這件外套是送給貓貓的人，是我。什麼意思？塔女啊，沒錯，喺母親節，然後離家出走，但是婦人年輕咗，咦，閃電隊採用，這是緣分。晚黑好攰，沒錯，喺度做收養嘅地方。是的。所以我先嚟呢度，我唔係本地人，呢個我就係應該收我無法確定，因為呢個緣分我先安人。我的女兒，我睇過你。隱瞞呢個真相，我打算辭去總裁。佢想你讓佢做總裁，等克雷做總裁。佢特唔想做，好話我拒絕啦，你先。當然，都高高接下來，我唔得。謝謝你，事情老咗啊！餵嘢俾佢食先。好快啊！睇下呢個。咁咪冇食。咁好啊。OK。你應該俾佢食下老友。餵糧咯。糧。夠食糧啦你，係馬騮嚟嘅，唔粗。你呢個。係啊，冇事都講啦，咩苦啊？仔都係得咗嗰隻黑貓啦。邊度咧？啊，喺度啊！可以送咗俾我哋。呢個剩翻嚟。肥咗唔得，好豆。咁點食啊？我生嘢晏咯，要食咗飯。哇！好靚。好啦，咁條片到呢度，如果你中意嘅話，share 同 subscribe，OK，bye。